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6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撒母耳上卷第5章第1节到12节，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天顶的家。基督徒的生命信仰的终极的目标，是为着要来进入至上帝国来上上帝的家，甲上帝同在。但是呢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人总是有相反的作为，总是选择离开上帝，然后伫上重要的时刻，将危机的时间。最后才想到上帝啦吼，以利的囝，当这时以色列人就是安尼。咱昨讲到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的战争，第一次的交战损失了4000人，后来因紧急将上帝的约柜运来，的确，非利士人。捌因为约柜会来到，来担心惊吓，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不但惨败，死亡数万人，其他人嘛死过多传。以利的囝死啊，后来以利也死啊。不但安尼，代表上帝约柜也去互非利士人甲因摕走。就说的代志的表面来看，非利士人有上帝同在甲权柄能力，因为约柜关系。但是这真正是安尼，就当得到上帝保守吗？撒母耳上卷第5章第1节到12节，记载着以色列非利士人甲约柜的事。非利士人甲上帝的约柜抢去，对以便以声运去夺失。非利士人甲上帝的约柜运去大袞的庙，甲伊放伫大袞的边。隔日透早，也是族人起来，看到大袞倒伫上主的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就大袞个。徛起来，伊的原位，佮将隔日伫透早，因就起来，看到大袞佮一摆倒伫上主的柜头前，面趴涂骹，头甲两只手掌拢断去，落伫咱福牌诶。福旗顶面只有剩大袞的身躯，因为安尼大袞的祭司甲所有的也是族人大袞庙的人，到今仔日拢无去入去大袞庙的服务。上主的手重重拍，也是族人甲周围的人民，互因生毒疮，互因惊吓，也是。人看到因就讲，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毋是通过互恁放伫遮行，因为伊的正手是看到嘛拍咱的心灵大袞，也是族人就派人请非利士人的领袖问因讲。阮着安怎处理以色列人的上帝约柜？因讲甲以色列上帝约柜运去加德，因就将以色列上帝约柜运去。约柜这个运到引起大惊吓，因为上主的手攻击迄个城，佮惊迄个城的人，因。有城内的人，无论大细汉，生毒疮，因将上帝的约柜带去外，
去伊泽伦，上帝约柜一个到伫伊泽伦，伊泽伦就话讲，因将以色列人的上帝约柜运来伫咱遮，是要害死咱的同胞。因就派人去到伫菲利斯隆重的首领来，对因讲，甲以色列上帝约柜送倒去原来的所在，才免伊害死咱甲咱的同胞。全城充满死亡的惊吓，因为上帝的手重重拍因，死无的人拢生毒疮，全城低头的声透到天顶。我一句话讲，就当时的以利的囝以色列人共款，已经背离上帝。就算约柜扛出去，也得袂到上帝的保守。菲利斯人因信上帝，因甲上帝约柜来摕走，也做安尼对上帝的能力，亲像咱过去讲的保守带领以色列人共款。通互因大大的胜利，但是事实上却是相反啦吼。咱曾谈论到定做一个中心的好关系，首先嘛着爱要举办类似音乐吼，甲主人关系，听探主人的上帝的命令旨意。毋是干那想要对主人的家得到好处尔，因为迄种物质性的、需求性的追求是会消失的啦吼。基督徒所要追求的上帝是迄个永远灵性的家。真侪人无明白这个灵性永远，当作是对因对我来讲就是安尼。保罗当作是受命。受到这个希腊哲学思想影响的下面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哥林多后书5章第1节到第5节，保罗安尼提到，因为阮知影咱伫地上底大，这个布片的厝若拆起来，上帝会互咱天顶的厝，毋是人的手所起的，是永远的厝。咱现在踮伫布片伫土开。热切毋望过去，踮伫天顶的厝，亲像衫塌落去，那塌落去就袂赤身裸体。咱要踮伫世间布片陪伴重大的土开，咱毋是爱褪去地上的体，咱是要褪来读伫这个属天的灵，通互活命的活死的吞落去。互咱有这个改变是上帝，伊属性神互咱，甲咱保护。基督徒着追求上帝灵性的同在，进入迄个永远的家。属天的家，毋是亲像未信的非利士人共款，或者是以利时代的以色列人。上帝只是因肉体临时需要的工具尔定，伊毋是咧追求一个永远属灵的家。诗篇138篇，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正心明唱歌学到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我求的是你有应我，你有鼓励我，互我得到快乐。上主啊，互地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，因为因有听见你所讲的话，因为唱歌学乐上主的作为。因为上主有大阳光，上主有尊严，还顾看顾卑贱的人。伊对远远就认出认识出骄傲的人。虽然
互患难围困，你会保守我的生命。人对我受气，你会伸手对我，用正手解救我。上主的实现对我的应允，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你亲手所做，上帝却忘记你。恳求上帝，互我明白真正的救恩，愿意时刻对主的脚迹，追求属灵永远的活命，来向上帝永远的天家来努力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